聖經話俾我哋聽，喺神面前禱告就如同燒香，舉手如同獻晚祭。我哋嘴唇所結嘅果子就係獻俾神嘅頌讚之祭。我哋要不斷咁獻俾佢，咁意味住神要我哋獻上佢所喜悅嘅禱告。但係唔係任何禱告都能夠討神嘅喜悅。咁要點做先能夠確保我哋嘅禱告既有果效又蒙神嘅悅納呢？等我哋嚟睇下聖經入邊一啲嘅指導方針。第一點，信心。禱告需要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尋求他的人。因此，禱告嘅時候，我哋唔單止要相信神嘅存在，仲要相信佢嘅本性係良善同埋信實嘅。耶穌應許話：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但係如果我哋有疑惑，我哋就會好似大海嘅波浪，被風吹動翻騰。咁樣就唔好諗住可以從主嗰度得到乜嘢啦。咁亦即係點解耶穌喺世上傳道嘅時候，非常強調人要有信心，並且常常根據一個人嘅信心程度嚟到行醫治嘅神蹟。因此，帶住信心係祈禱既有效又討神喜悅嘅關鍵。第二點，真誠。耶穌話：當我哋禱告嘅時候，唔需要用好多嘅話，亦都唔使虛有其表咁做好長嘅禱告。咁意味住發自內心嘅真誠祈禱，比起禱告嘅外在形式重要得多。神睇我哋嘅內心，渴望我哋真誠咁祈禱，唔好向佢隱瞞任何事情。咁讓我哋確定喺祈禱嘅時候，我哋可以並且亦都應該敞開我哋嘅內心，向神傾訴。正如一位詩人寫住：主啊，我一心呼籲你，求你應允我。此外，我哋亦都可以將所有嘅憂慮、恐懼同埋情緒都卸俾神，因為佢顧念我哋。根據神嘅應許，當我哋全心尋求佢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尋見佢。第三點，謙卑。雅各書4章6節話：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驕傲嘅人同埋謙卑嘅人之間，主要嘅區別在於，謙卑嘅人承認佢哋喺神面前嘅卑微，並且祈求佢嘅幫助；而驕傲嘅人卻認為佢哋唔需要神。神喺歷代志下7章14節講：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咁話俾我哋聽，謙卑嘅態度唔單止表達咗對神嘅尋求，更加表達咗對罪嘅承認同埋悔改。因此，禱告要得到神嘅垂聽同埋醫治，我哋必須要回歸正道，與神和好。第四點，恆切。耶穌曾經講過一個比喻，要人常常禱告，唔可以灰心。恆切唔單單只係指禱告嘅頻率，亦都係指唔好灰心、唔放棄嘅態度。有時我哋嘅禱告似乎冇得到回應，咁亦即係點解信心係咁重要嘅緣故。信心係喺睇起嚟冇指望嘅時候，激勵我哋仍然忍耐、堅持、繼續禱告嘅動力。神從來唔會讓人失望。喺我哋需要公義嘅時候，神必因為佢自己嘅公義而好快咁為我哋伸冤。耶穌用另外一個比喻教導我哋，如果我哋真係需要乜嘢，我哋唔單止會堅持不懈咁直求，甚至會唔怕醜咁祈求。主耶穌嘅意思係呢一種唔怕醜嘅態度，可以讓我哋從他人得到所需要嘅嘢。相同嘅，神既係愛我哋，並且只係想俾我哋最好嘅，我哋點解唔以同樣懇切嘅方式向神祈求呢？神係我哋嘅天父，所以我哋唔需要為咗不斷向佢提出請求而感到怕醜或者唔好意思。事實上，咁即係耶穌要我哋做嘅：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求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祈求、尋求同埋敲門都唔係一次性嘅行為，相反，佢哋係持續不斷咁行動，並且帶有神嘅應許。佢承諾佢必應允我哋嘅所求，唔係因為佢需要安撫我哋，而係因為佢真係愛我哋。此外，恆切仲意味住我哋無論任何時候總要禱告，無論喺平安或者係苦難嘅時候，並且喺我哋一生作為基督徒嘅年日裏邊，都要始終堅定不移咁祈禱。第五點，警醒。
耶穌喺世上最後嘅日子裏邊，佢經常話俾佢嘅門徒聽要警醒禱告，為咗令到我哋嘅禱告有功效，我哋嘅靈性要時時警醒。警醒嘅希臘文意思係防備潛在的威脅，時刻預備、自我控制、清醒、警覺以及警惕的。耶穌解釋話，我哋需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因為我哋嘅肉體係軟弱而且脆弱嘅，所以我哋需要時時防備，祈求神用佢嘅大能加給我哋力量，使到我哋脫離兇惡，抵擋魔鬼嘅詭計。如果冇不斷咁禱告同埋神嘅幫助，我哋好容易失去警醒，放縱肉體嘅情慾，冇自制力，俾日常生活嘅憂慮所累。禱告同我哋嘅生活方式直接相關，咁意味住我哋冇可能一方面着迷於世界，一方面又同時能夠警醒禱告。就好似耶穌關心佢嘅門徒一樣，佢亦都關心我哋嘅屬靈生命，希望我哋藉住禱告嘅實踐，小心咁保護佢。警醒嘅最終目標係讓我哋預備好，可以喺主再來嘅時候企喺佢面前。因此，使我哋喺禱告入邊保持警醒嘅一種方法係喺屬靈層面上面意識到末日更加接近啦。另一種方法係時時刻刻喺聖靈裏邊禱告。有關呢個主題嘅更多信息，請觀看我哋嘅下一則影片。第6點，順服。耶穌教導門徒禱告嘅時候，首先講：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啲祈求每一個都教導我哋敬畏神係我哋首要嘅任務。然後我哋其餘嘅禱告，包括我哋所做嘅任何懇求，都應該順服佢嘅旨意。換句話講，順服就係將神嘅旨意置於我哋自己嘅意志之上。使徒約翰話俾我哋聽，我哋對神要有咁樣嘅信心，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然而，順服意味住，即使我哋冇得到我哋所求嘅，我哋仍然需要順服佢嘅旨意。就好似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禱告咁樣，佢話：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喺好多層面上面，順服往往係禱告入邊最難實行嘅態度，因為佢包含咗所有應該有嘅正確態度，並且需要我哋願意完全放低自我意志嚟接受神嘅旨意，